美国的汉堡王目前正在拍官司，因为这广告相片顶悬的汉堡架看起来真大粒，不过民众实际去买，却发现旧水。业者表示，这广告的相片无代表商品都爱甲伊变大，不过这款讲法法官是无法度接受，而且认为业者爱针对敢有广告无老实的情形提出说明。连锁速食店汉堡王的广告讲，招牌商品花包用1/4磅韩牛肉做，佮加真青的塔马豆、青菜、葱头这配料，看起来美味可口。不过美国有民众指控汉堡王的广告无实在，用误导广告销售汉堡甲其他产品。美国消费者当地研究提起集体诉讼，向汉堡王求偿。摕广告的相片甲消费者实际购买到的花包相比者，广告的花包材料侪甲通出面包、肉饼嘛大一倍。汉堡看起来比实际的寸球大35%，互消费者认为汉堡都是遮大粒，无想到实际的寸球差真济。美国汉堡王是讲，无需要提供甲广告看起来同款的汉堡。理性的顾客伫看广告的时阵，都会知影这点，认为是原告的主张是错误的。广告内底的肉饼，甲提供予全美国几落百间华堡的肉饼完全同款。虽然双方有经过协调，毋过无成功。汉堡王也请求法院驳回控诉，毋过去互法院拒绝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